诗篇第10篇，上主啊，你哪会徛远远？患难的时，你哪会密地毋插管？歹人骄傲疯狂，甲困苦人日条条，着互因陷落家己所设的计谋。歹人夸口因心内的欲望，贪心的人咒诅上主，藐视伊。歹人骄傲，心中无上帝，讲上主袂追究。歹人的所做事事顺利，上帝的审判因无看在眼内。所有的对敌因拢藐视。歹人心内讲，阮一定袂失败，世世代代袂拄着灾难。歹人满嘴咒骂、奸诈、恐吓、指恶毒、虚假。因伫庄内埋伏地长等，目睭直直地向无依我的人。因密入阮捌的所在，要杀害无辜的人。因埋伏伫阮捌的所在，亲像狮密伫穴里。长等要掠散赤人，用网甲因网地拖去。因掘地长等，互无依我的人陷落因的了艺。因心内讲，上帝袂记得，伊的面永远袂看见。上主啊，求你徛起来！上帝啊，举起你的手，毋通袂记你散赤人。歹人是安怎藐视上帝？心内讲，伊袂追究。上主，你有看见？恶毒怨妒，你拢有在监察。你要用你的手报应。无依我的人将本身交代你，你一直有在帮赞孤儿。愿你拍断歹人的手骨，愿你彻底追究因的歹。上主作王，对永远到永远，列邦拢对伊的地消灭。上主啊，散赤人的心愿你袂听，你要壮因的胆，压耳孔听因的祈求。你要替孤儿甲受压迫的人伸冤，互世间人无搁恐吓因。